各位音樂狂熱分子應該對 Marshall 呢個牌子唔會陌生啦。最近佢哋就推出咗第一款嘅派對喇叭 Bromley 750，以標誌性嘅拉絲金屬面加上 PU 皮革包邊，俾用家咧將經典嘅舞台喇叭造型帶出街。佢用咗 Marshall 最強悍嘅 True Stereo Phonics 360度環繞聲場技術，總輸出高達500瓦，唔止聲勁啊，佢嘅機動性咧仲可以方便大家參加唔同嘅派對或者 busking 轉場。背部設有把手同埋滾輪，就好似拖住一個行李篋咁四圍走。喇叭設有3種舞台燈效模式，光影會隨住音樂節奏同步，幫你點亮整個音樂空間。喇叭仲具備有 IP54 嘅防塵防濺功能，又可以手機連接藍牙 3.5mm USB Type-C、RCA 同 XLR 嘅插口，直接嚟個 live band 演出。機身上面又有音效自定調校旋鈕，可以因應環境調校去動態模式，又或者喺街頭戶外切換到響亮模式，用澎湃嘅低音轟炸全場。喇叭除咗可以連接室電之外，佢仲有內置電池，充滿電最長可以播放40個鐘。詳細購買連結可以去下面睇睇。最後記得要俾埋個 like 同心心我哋啊！